交通的消息，咱继续来看，伫咧中华园林的园南路，4月27的时阵发生一只货车驶咧煞冲去对向的车路，弄到庙、过路人也佮有车辆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也若伫咧台中的南屯，有汽车伫咧花雕线无停落来，去弄到一个过路人，但是准备都爱食红单。 小货车的车头拢报销，驾驶卡伫咧内底袂顶袂动，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拆开车体才救出来。中华园林市园南路拜六下晡4点左右发生重大车祸，61岁黄姓男子开着载木材的货车，不明原因下过双线冲去对面的车道，弄到护栏甲墙尾啊，还有边仔的有音马池，最后佫弄到一台小型巴士才停落来。3点外的时阵，讲声不对，要来1点心。 哪知那驶去弄到挨头就强了时阵，讲你看这严重着，你看嘛一下。车祸波及当时伫咧庙头前开讲的49岁吴女甲63岁温女，2个人受伤送医无性命危险，但是驾驶送往园林基督教病院急救了后宣告不治。当地里长讲，黄男疑似是巴肚枵想要开车来找物件食，事发路段是路架，已经是3年以来第3件的车祸。警方讲驾驶酒测无啉酒，肇事原因也佫有待调查。不明原因跨越双黄线失控。 撞击有阴妈池旁2名路人，目前2名路人伤势无大碍，目前肇事原因警方正调查中。台中是有行人恐龙的意外，76岁林姓男子24号暗时开车经过南屯路向新路倒弯5环西路的时阵，无依规定行倒弯的车道，而且无停让当行伫咧斑马线顶悬的一架火死的人，互因踹一个赶紧向外边来闪避，造成其中一位22岁张姓女子受轻伤。有行人通行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，致人受伤，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。 并吊扣驾驶执照1年。张女自行就医无大碍，啉完酒却无啉酒。警方表示无停让行人先通过致人受伤，会使出7200至3万6的罚款，吊扣驾照1年。详细肇事原因归属有待厘清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